看到我的背景有淡薄仔无共啊，对，因为我搬来二楼咯，对。有抓抓。敢有看到我的背景有淡薄仔无共啊？对，因为我搬来二楼咯，对。今日就是要来讲我搬起来二楼进前的一寡代志，搁有我搬起来，今日是我搬起来的第4天啊，所以我要来讲看卖我即几天发生啥物代志。顶礼拜五就是2月25号的时阵，我个早起上课上了，我着甲朋友做伙去甲老师摕遮迄个居留证，居留证摕了，搁去换电话号码的名，因为之前是用一个外国朋友的名，落去申请电话号码，所以我着甲伊做伙去换成我的名，搁去银行去银行办迄银行的卡，搁有阮搁去迄遮个国家经营的迄种百货公司，我着去因的6楼，因的6楼有卖做侪纪念品啊，我搁去遐换钱啊，对，我摕美金去换，我着先换200箍去搁换一卡转来。反正我着有去因的6楼先看看，看因的纪念品有啥物。我着有看到之前我伫台湾的时阵，着都想要买迄种蒙古的厝，就是蒙古包，伫迄因传统的迄种厝，是会当家己起的，足细个，会当家己安尼起一个一个起的。看着真正足想要买的，所以我应该了后会去买一个，转来算看卖，嘛会早转去台湾。若是有想要买的人，会当甲我讲。所以阮着拜五的时阵，就是去办银行卡，去百货公司踅踅我搁教一个台湾人有约，我着甲伊去，我着甲我的外国朋友做伙伫一个所在等迄个台湾人，我搁摕迄个台湾的泡面互伊食。因为我去进前的时阵，伊着甲我讲，伊足想要食台湾的泡面，足想的，所以我想讲，伊应该是足久无转去台湾所以着足想要食台湾的泡面。对，到拜一就是2月28号的时阵，我着想讲，迄宿舍费我拢已经共拖1礼拜未去缴因为拜五的时阵，我甲朋友做伙去银行的时阵，我有甲朋友讲，毋过因朋友因着想讲无急迄无急，你慢慢来就好。到拜一的时阵，我着想讲，有淡薄仔想要较紧甲这代志处理起来的，所以我着家己一个人去上课上了，我着家己一个人去银行汇款入去迄个口座内底，因为迄宿舍的管理员有发我一个口座，伊着甲我讲，你着汇偌济钱入去内底，安尼。因为我阁袂使晓讲蒙古话嘛，所以我着用足简单的字就是甲伊讲，我要先用美金换蒙古的字，伊蒙古的字你甲帮我汇入去即个口座内底。你家在迄个银行的人阁听有我咧讲啥，我着豆豆讲嘛，一个字，无着用笔的甲伊讲。好，你家在阁听有，反正就是迄个银行的人嘛是诚亲切，伊阁用英语甲我讲，因为遮的人普通拢袂使会晓讲英语，好，你家在迄个银行的人阁会晓淡薄仔，所以我着有甲伊用英语咧讲话。可以了后着有办成功，转来我就是甲迄资料拢交互宿舍管理员伊着写一个资料写，
甲我讲，你即摆收收诶物件会当搬去二楼顶啊？我就好，啊，我就开始整理我诶物件啊，然后我整理了后，我就想讲先豆豆仔起来，因为着我一个人嘛，我就豆豆仔起来。啊，第一甲起来诶时阵，我门拍开拄好，我有室友嘛，啊，室友伊就惊着，因为伊咧困啊，伊就看着人开门，伊就，然后伊就，阮就想讲啊，我就看着伊诶面，我就想讲啊，蒙古人，我也袂晓讲要安怎。结果我就伫遐甲伊比来比去啊，我就甲迄我宿舍迄住几号房诶迄卡互伊看，啊，伊就甲我讲，伊就讲然后伊就敢若是问我讲，啊，你是毋是物件拢伫一楼啊？敢是安尼？我就凊头，啊，伊就对我落去，啊，帮我摕物件，帮我倒摕物件起来楼顶安尼。了后就是伊就讲一句英语，就是问我讲啊，你为倒位来诶？我就甲伊讲台湾，啊，伊才讲所以你会晓讲英语哦？你毋是英语啊？你会晓讲中文哦？我讲对啊，伊甲甲我讲我是来蒙古诶人啊。我就好你加在，所以阮两个就足好势的啊。你加在诶，毋免为着迄要安怎讲，两个人伫遐想半步。因为就会当用中文讲话嘛，所以就较安心啊，就会当较好讲话啊。嘿，所以迄个来蒙古的室友啊，比我搁较少岁，减我2岁。对，所以伊即马搁咧读大学。那伊有甲我讲，因为进前迄个疫情的关系，啊，伊就迄个时阵拄好转去因兜，所以伊就有2档的时间，就无法度上学校的课，所以害伊即马就是爱赶紧转来，啊，补迄个学分啊，就是变成讲伊即马爱较晚才会当毕业，因为伊2档无转来遮嘛，无伫遮读册嘛，所以伊即马个爱赶紧补遐个课啊，我家己会当赶紧毕业安尼。了后话就是阮就是一直有开讲嘛，我就发现我甲伊嘛真有话讲啊，我昨昏甲伊咧开讲的时阵，伊就讲我介意啥物款的音乐啊，啥物音乐，就甲伊讲我遮有足侪歌单，你要听看觅无？阮两个就伫遐开讲啊，讲这啊，我嘛阁有互伊看我进前写迄个论文，毋过毋是大诶，就是小诶，迄个研究所毕业进前，就是嘛爱写一个小诶论文，嘛爱写大诶论文。啊，我就互伊看我进前写迄种较底篇诶论文，因为迄个论文我就是写讲韩国话，啊，搁咱诶台语啊，啊，搁有蒙古话一个词，因诶意思是毋是共款诶？所以迄个我写迄个小诶底篇诶论文啊，就是咧讲台语上咱啊、阮啊即个词啊，甲伫韩国话甲蒙古话内底是毋是有共款诶用法？因为伫台语内底，阮啊、咱啊，是毋是拢是代表是咱2个人以上啊？毋过你甲别人介绍。你诶妈妈诶时阵，你会甲人讲，迄是阮妈妈，迄是因对，迄是阮妈妈。所以你得韩国话内底嘛是有共款有即个词，就是虽然你是讲你诶妈妈，毋过你甲别人介绍诶时阵，你会甲人讲，迄是阮妈妈。我诶研究出来结果就是讲，迄个词呢。不管是伫台语啊、韩国话啊，还是伫蒙古话内底，伊拢是代表一种亲切的感觉啊，互人感觉说你甲人介绍你诶妈妈诶时阵，你用阮诶话，就感觉较亲切、较谦虚啊。对，所以第三个即个语言内底拢有即个特殊诶所在，所以我就问伊讲，我写安尼敢是对诶？啊，伊就有帮我看，伊就甲我讲是对诶，所以我就足欢喜讲，安尼我
我写诶无毋对，虽然讲迄毋是大诶发表出去诶迄种大诶论文，毋过我嘛是感觉足欢喜诶。毕竟我就是想要学即种语言感应有啥物特殊诶所在啊，有啥物较趣味诶所在，所以我会读这嘛，就是继续语言啊，啥物诶，这就是我诶兴趣。对，佮有二楼诶物件，迄桌啊。椅啊，佮空间看起来感觉拢比一楼诶搁较细间。啊，我甲问我诶室友，伊就甲我讲，进前即栋宿舍有迄个整修，毋过整修呢，整修大概整修一楼，所以二楼以上诶嘛是共款破，所以我就啊，哪有人整修大概整修一楼诶，啊二楼了后毋要共款破，我就一边听一边害头，对啊，毋过袂要紧啊，反正拢已经搬起来啊，就是渐渐仔习惯就会使啊。安尼今日就是先甲大家分享到这，若是有趣味诶所在话，甲大家来甲大家分享哦，拜拜。